雖然而家嘅價錢由高位回落咗，但係點解咁多泰國嘅牌商同埋有錢人都會寧願唔帶金而選擇呢一隻財龜呢？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財龜聖僧龍捕鳥屈拉定堂師傅最出名嘅食物就係財龜，主打三大功效：一馬下石條招財，二咩打人緣，三共打扮刀槍不入。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三款龍捕鳥最出名嘅食物。呢一款係2536年嘅財龜，佢嘅名稱叫做累累累。累嘅泰文就係富有嘅意思，而呢一期就係象徵緊十分富有。喺市場上亦都係比較受歡迎同埋具收藏價值嘅版本之一。好多做生意、炒樓、炒股嘅玩家都係由呢一期開始入坑財龜。而我第二件要介紹嘅就係2537年熟製財龜，手上面分別係銀材質、蠟畫材質同埋紅銅嘅材質。熟製嘅泰文就係開心嘅意思，而喺後面會有5個哈字，代表住佩戴呢一件財龜嘅人每日都會開開心心、順順利利。而最後介紹嘅一件係2533年聖水財龜，呢一件財龜每日都浸喺聖水入面加持，而每個星期六都會進行儀式，將新嘅聖水注入水缽入面。咁你哋又中意邊一期嘅財龜呢？喺下面留言話我知。